我入行做化妝咧，因為我個好朋友阿峰介紹咗一套漫畫俾我睇啦，叫《堅力特技化妝師》，跟住令到我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好正，俾特技化妝吸引咗啦。因為日本嘅漫畫永遠都誇張化，亦都好熱血咁樣。咁我即刻過美國嗰邊去讀咗3個月，跟住再翻香港繼續自修啊、自學啊咁樣咯。我做嘅特技化妝範疇咧，就包括電影啦，或者有時 commercial 啦、劇啊、exhibition 去做一啲 props 啊。我自己有搞鬼屋啊，或者我幫人搞鬼屋啊。殯儀嗰邊我亦都有少少幫手啦。我覺得最大嘅困難就係價錢嘅問題啦。特技化妝係好似有時好少嘢，但係要做嘅功夫牽涉嘅人手唔少嘅，你會令到個 cost 本身大啦，咁收費自然都會可能會有啲貴啦。近5年嘅就係有更多其他鄰近嘅國家、地區、地方比你咁便宜。我諗大概7-8年前，8年前度有個女士佢話佢結婚，佢媽媽因為一啲疾病而去做過唔同嘅手術，咁就令到個樣貌就不復從前，亦都降低咗佢嘅自信，唔係好想出街咁樣啦。一開頭我接觸嘅時候都感受得到對方不自信，而我見過佢過往嘅樣貌係本身真係一個好靚嘅靚女嚟嘅，咁所以我就好盡力去諗下如何幫佢化妝，令到佢更有自信。咁我就都係同佢倒模啊，做翻啲假皮啊，跟住之後到婚禮嗰日，我幫佢黐翻啲假皮上塊面度，令到佢更加之完整，更加之有自信。我 feel 到佢係開心，佢係我送佢去酒店嘅時候，我睇到佢好開心，扎扎跳咁樣去招呼佢嘅親朋戚友。嗰下我直情係眼濕濕啦，我唔知有冇我唔知有冇滴眼淚啦。嗰下我心諗，哇！原來我做嘅嘢係有意義嘅，終於，因為我一直都覺得我平時做啲特技化妝係冇乜特別嘅啫，即係只不過最多靚啊，視覺上效果達到導演要求啊，就係咁樣嘅啫。因為有個叔叔喺 Covid 期間離世咗，咁但係未得到妥善嘅處理，咁佢屋企人可能見到樣貌有損壞，但係都想做好一個喪禮，亦都有瞻仰遺容嘅時段，咁所以咧就都需要重製一個樣去 cover 上去啦。接到呢個工作，我就話好啊，我做啦咁樣。咁哇，日趕夜趕，真係冇瞓覺咁滯，因為做一個1比1個樣似嘅面具係用好耐時間，亦都個技術含量都真係好高嘅。跟住直到上年一啲大型嘅災難，咁我又參與其中咁樣啦。哇，原來又有其他不同嘅因由離世嘅人係都需要呢個服務，先會令到覺得我平時做嘅特技化妝嘅技術，原來可以延伸到去呢個範疇。咁我就令到覺得自己嘅工作都更有意義嘅。我自己就中意發掘唔同嘅嘢啦，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新潮少嘅技術咧，去幫下自己，令到我可能減低成本啊，甚至乎做更多唔同、更得意有趣嘅嘢啊咁樣咯。而家興 AI，咁我就嘗試用 AI 去 apply 落我嘅工作度。舉個例，佢可以將你 2D 圖或者你手畫嘅圖變成一個完整嘅靚啲嘅圖啦、草稿圖啦，再將呢個草稿圖變成多面嘅草稿圖，再將佢變成 3D， 再將呢個 3D file 去翻我哋本身平時用開嚟做 3D designing 嘅 modeling 嘅一啲apps 啊 software 嗰度去再細執啦，慳咗好多功夫，亦都降低咗些少嘅 cost 嘅。其實而家 AI 都可能係威脅緊 CGI， 你只要有一個好嘅 story， 有好嘅 creativity， 你識得如何同 AI 去溝通，你都可以降低咗入門嘅門檻咯。咁我不如去組翻一個團隊出產一啲 AI 劇集，甚至乎電影咧。近排做咗2套劇，咁一套咧就係開槍霸機正一數，咁另外一套劇咧我就攞埋一個日本嘅動漫 IP， 係80-90年代嘅一個賽車漫畫，咁我重啟佢啦，叫我要衝線，我將呢套漫畫變成真人版咯。
其實係咁啱，我揾到個平台可以擺片上去，多一個收費嘅機制咁樣，咁啊不如我揾少少基本嘅資金翻嚟，可以 support 到一啲AI tools 嘅 token， 咁我哋試下做一套真正嘅劇啦，咁我哋都係以一個實驗嘅方式去發展出嚟嘅。因為我哋本身係都玩咗 AI 好多年啦，咁我都有做一啲 AI 嘅廣告，咁但係你話做一條好長嘅電影呢，未試過，香港未試過有一條咁長嘅 AI 劇，真係你睇到國外國好多啊，但係好多都好短，即係可能係5分鐘6分鐘啊咁樣，跟住我哋做過之後，我哋就明點解啦，就係因為原來如果我唔係因為話接咗呢壇嘢做啦，我哋可能5分鐘我頂唔順。好多時候可能你見到人哋做啲 AI 劇咧，都係大多數都係一啲科技啊或者未來嘅嘢。咁但係如果你回翻去做古裝劇咧，咁你可以做到天馬行空嘅嘢咧係好少嘅。想一個挑戰自己咁樣去盡量喺多啲可能好多 AI era 之下，去可以完整到砌到一個故事出嚟咯。我哋就好想攞翻舊香港嘅嘢，跟住攞翻我哋自己嘅能力，盡量 push 到最花，咁樣去交呢件事出嚟咯。打到佢哋殘廢為止。其中一個先就係一個文戲嘅先，佢有喺個夾板裏邊，佢去宣告一啲嘢，同佢哋啲海盜成員去宣告一啲嘢。我同佢啦，我哋自己都試咗好多次一啲開會嘅先咧，全部都係一係就出現咗錯嘅人物啦，一係佢哋啲企位，佢翻極都翻唔到去佢企嘅位置。係，反而係嗰個戲啊，即係裏邊角色嗰啲戲咧係最難。啊，你好唔開心，咁唔開心可以好多種噶嘛。咁我哋就個 prompt 係要做到啊，佢點樣唔開心都係邊一個秒鐘嗰滴眼淚喺左眼滴落嚟啊！即係呢啲細分就最難咯。反而你話打鬥啊嗰啲咧，科幻嘢咧就係最簡單，對於我哋嚟講。AI 係唔會理解到情緒嘅，佢只會理解你個數據係點。所以我哋喺後尾發覺原來你要話翻俾佢聽，當佢聽佢呢一個 A 嘅對白之後，佢就開始隻眼神個鏡頭用乜嘢鏡頭影住佢隻眼，咁樣佢先會明白呢一個情緒嘅嘢，因為佢係一個好 database 嘅嘢。但係我又覺得 AI 唔一定係可以取代現實電影，其實係可以結合埋一齊嘅。即係可能我用 AI 背景 AI 環境，但係真演員都得㗎嘛。因為始終我覺得暫時感情戲取代唔到真人，真人點都係略勝一籌。因為我哋經過今次之後，我哋係已經有過一個方法，點樣可以做得更加真實、極致嘅將所有畫面。反而我就會好期待睇下啲即係嚟緊嘅 AI model 會係點樣發展啦。希望係可以做到真人同埋電影，或者無論任何類型嘅片啦，即係廣告片又好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極大嘅輔助，去 emphasize 個故事形式咯。咁可以再做到一個再天馬行空嘅故事出嚟啦。